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天地，每天為你播報最新香港娛樂資訊。演藝圈中能夠賺得盆滿缽滿嘅巨星並唔多，劉嘉玲便係其中之一。多年嚟，佢靠自己嘅演技和勤力，積累了可觀嘅財富。然而好景唔長，當劉嘉玲年過半百，卻發現自己無子無孫，心中不免五味雜陳。對於劉嘉玲咁嘅娛樂圈女王而言，佢盼望能育有骨肉，將嚟傳承香火。只可惜上天並未成全佢呢份心願，讓佢不得不重新考量自己巨額財富嘅安排去向。1964年，劉嘉玲誕生喺江南水鄉蘇州一個弄堂裏，父母工作繁忙，家裏5口人住喺僅20平方米嘅空間，生活拮據。1976年，劉嘉玲隨父親到了香港發展，卒之邁出了改變命運嘅關鍵一步。當佢初到香港時，話唔太適應呢度嘅生活節奏，在學校裏也冇能融入集體。但劉嘉玲並冇放棄，而係勤力學習粵語，並喺母親開嘅服裝店裏做起了女工，歷練自己。1982年，17歲嘅劉嘉玲睇到電視台招收演員嘅廣告，夢想喺佢心中升起。起初，家人反對佢走上呢條唔穩定嘅道路，但最終仲係支持了佢嘅決定。喺經過專業訓練後，劉嘉玲開始出演一些電視劇，並認識了同喺電視圈發展嘅梁朝偉。兩人喺工作中漸生情愫，最終走到一起。90年代初可以講係劉嘉玲事業嘅高峰期，佢喺王家衛導演嘅電影《阿飛正傳》中擔任女主角，一時間聲名鵲起，成為當紅演員，接二連三獲得電影節邀請和獎項提名。然而好景唔長，就喺呢時佢遭遇了一個人生嘅轉折點。1990年一個深夜，劉嘉玲駕車出門和朋友打麻將，卻喺半路被不明車輛跟蹤。緊張之下，佢撞上了泊車場嘅欄，隨後被幾名歹徒綁架。雖然後尾平安回家，但呢段經歷仲係俾劉嘉玲帶嚟了創傷。數年後，綁架事件又被媒體披露，當時嘅一些照片也流傳出嚟，呢再次擊開了劉嘉玲嘅心理。好喺梁朝偉一直陪伴左右，才讓佢慢慢走出陰影。二人舉行盛大嘅婚禮後，劉嘉玲也曾盼望能成為一個母親，佢嘗試過各種生育方式，卻總未能如願。後尾醫生檢查發現，由於佢年輕時生活作息唔規律，導致體質出現問題，子宮也有缺陷，很難懷孕。呢個結果無疑係對劉嘉玲嘅再一次打擊。儘管佢面對鏡頭時表現得樂觀開朗，聲稱唔好孩子係夫妻倆達成嘅共識，但明眼人都能睇出嚟，呢只不過係佢無法成為母親嘅一個託詞。無子嗣之憾也讓劉嘉玲頭痛，自己多年積累嘅財富該由邊個嚟繼承嘅問題。喺娛樂圈浮光掠影嘅日子裏，劉嘉玲靠自己嘅勤力賺攞了可觀嘅財富。據佢自己透露，身家價值至少有8億港幣。咁大一筆遺產，佢必定會慎重考慮留俾邊個。除此之外，佢還酷愛珠寶，買翡翠像買白菜一樣，千奇級帝王綠翡翠成套戴喺身上，光係耳仔上嘅2隻耳環就能抵得上一套房。參加活動時，佢頸上嘅蛇形項鏈價值900多萬，鑲嵌了227克拉鑽石，簡直閃瞎眼。此外，劉嘉玲還花天價購買了一頂古董皇冠，佢今已有110多年嘅歷史，由著名奢侈品牌卡地亞1906年出品，還曾被借去故宮展覽。講到呢度，希望你能動動發財嘅小手點讚訂閱，呢個係我對我哋最大嘅鼓勵。我哋接着講，而近日劉嘉玲喺社交平台上編曬出了一家4口嘅合照，作為生日主角則係劉嘉玲嘅母親。呢次聚會裏，劉嘉玲住得十分喜慶，戴紅色嘅西裝外套搭配黑色嘅打底衫，頭髮也係精心打扮過，顯得嘅十分優雅高貴，臉上精緻嘅妝容也恰到好處。站喺母親旁邊更係氣場十足。抵注意嘅係，一家4口嘅合照中，雖然梁朝偉缺席了，但係弟弟和弟媳卻盡係露面。劉嘉玲嘅弟弟著着深藍色嘅西裝外套，面色紅潤，睇着非常富態，而弟媳更係打扮得非常時髦，染着粉色短髮，搭配緊身皮衣，睇着竟然有些唔好嘢。據了解，劉嘉玲嘅弟弟和弟媳一直跟着佢幹，喺姐姐手下搞事業嘅弟弟一直都係喺上海和香港兩地跑，兩邊都有了屬於自己嘅餐飲行業。
從著作打扮中就唔難睇出兩人依家嘅生活十分富足，而且劉嘉玲也係非常喜愛呢位弟弟。平時晒出嘅合照中就有唔少跟弟弟弟媳一起爬山嘅照片，甚至還喺一次爬山陣偶遇到了周潤發，一家人感情可以講非常好了。人到晚年嘅劉嘉玲也慢慢淡出了娛樂圈，更多嘅注意力則係站喺家庭裏，依家也慢慢移到上海常住，時唔時嘅就會和弟弟一家人聚會，而晒出嚟嘅照片也係一臉笑容，睇着十分滿意依家嘅生活。作為圈內嘅大牌明星，資產梗係十分豐厚，早喺娛樂圈賺嘅盆滿缽滿，再加上佢嘅老公係梁朝偉，雖然一直冇生子，但係身價可唔低。有網友分析到，光劉嘉玲嘅身價就達到了10億，但係繼承呢個財產嘅卻暫冇人選。唔少網友都表示，或許劉嘉玲會把財產留俾自己嘅侄子。雖然劉嘉玲冇孩子，但係對侄子更係十分寵愛。早喺佢畢業陣就親自送上了豪車，甚至連車牌上嘅字母都係侄子名字嘅縮寫，可以講係相當寵愛了。講係當親生兒子一樣也不為過。如今睇嚟，劉嘉玲確實有很大嘅可能把自己嘅遺產留俾侄子，畢竟肥水唔流愛人田。而且梁朝偉嘅親戚冇提出異議，呢或許係因為佢哋對劉嘉玲嘅忠誠和尊重。網傳另一候選人係佢嘅乾兒子康康。幾年前，劉嘉玲曾高調地收養了演員胡軍嘅兒子為乾兒子，一出手便係價值30萬嘅純金茶具和一套200平嘅豪宅作為見面禮。只不過劉嘉玲熱衷於慈善事業，另外一部分財產可能捐贈社會，抑或成立公益基金。雖然外界估測紛紛，但作為愛，畢竟身為娛樂圈頂級巨星，劉嘉玲管理自己財產嘅能力毋庸置疑，且呢筆錢對佢嚟講意義非凡，佢必定會慎重考慮留俾最合適嘅人。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了，你嘅點讚訂閱係對我哋最大嘅鼓勵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講俾我知門你想睇嘅，我哋下期再見。